教育释文第48集，咱来搞清楚这字闽南语安怎读，亲像无人会晓读，是吧？照康熙字典，这字读曲高切，这字爱读口。左勾拳、右勾拳就是倒口、正口。现代人已经无习惯这个读音甲意思合做口，所以会使考虑写这字口。口精就是弄精，这咱真好接受。讲阮讲这字超有两个读音，苦照切，苦照切，有这字药嘛，所以代表两个读音，代表宋朝的作者认为照甲照是无共的韵母。有心研究的人对这要有基本的认捌，对讲韵的作者要有基本的尊重。某像最近一寡人看到乌影就乌白乱讲，你就乌白乱信哦。伫遮小提醒一下，像这种的闽南语读无啥会出来，明清小说才开始用的读音甲意思，看似形声字，用的却是无意义的声符。慢慢咱已经了解啊，这类的就是北方少音字、外来语大音字。是近代造字，严格讲，毋是汉字，只算是汉语片假字。现代中文讲把事情搞好、搞清楚，闽南语讲弄清楚，弄甲不文安尼写，两个人出手合作，举一支棍仔或者是工具，上下来回的弄，读音就是弄。本意是夯土、锤子，安尼咱就弄清楚啊。这字弄嘛引申为做将士。金文的弄阁无共啊，画的是一个人的两只手捧一块玉石在把玩，读音人，意思幻想、炫耀。例句：人龙加人狮，气氛闹猜猜。猜猜就是《诗经》的猜猜破子，猜猜的意思就是闹热繁华，比如做新厝万花丛中。3000年前的繁华是毋是闪闪的灯光、迷人的歌声？当然毋是啦，繁华的本意正经就是足多花。这集有淡薄仔复杂，先讲结论。弄的本意就是弄。引申做将士，搞清楚就是弄清楚，写这字弄。弄的另一个读音人，一般用伫正向的，例句：人龙、人狮、人布袋戏红仔、人乖仔花。草蜢仔人加工，人狗相加。另外爱写这字人哦，是负向的煽动挑拨啦。读音弄，阁有另一字哦，意思是撞。弄球，有人讲撞球，阁有另一字嘛读动哦，有复杂无？闽南语是现代中文的5倍深度以上，咱一字一字韵韵啊学祖先伫讲的字，如此如意，好无？加捌寡字就袂乌白乱转。这字有人读动无？亲像无咧，说文解字讲这字将手动声啊，为何煞无人照安尼读呢？倒位颠沓呢？要形成一个汉字，爱同时包括形、音、义，缺一不可。所以近代造字的大、代、问、花这类的字，我才号名汉字片假字。无算正统的汉字啦，字形含意思斗袂峇。这字壮主要的意思若只是手，手明显斗袂出这字的意思，是吧？动的本意并毋是害动，正常的害动无应该举边状，是吧？动的甲骨文从心，心本来是一种撬开蚵仔壳的工具。后来变成底兵器，亲像即卖的鞭状。动的本意是动机，
用法器在自强的真人。当做名词是动机，做动词就是弄的本义。汉字无应该有无意义的声符，所以将手动声爱小可修改一下，将手将弄意声，或者读音动中声动。车烧弄精原来就是这字弄，写3000年前的这字弄其实也可，弄球就是动球。用当期文化的动机来理解，咱就真好理解这字的读音甲意思。咱台湾人就要保持安尼的文化，真侪人捌看过动机，所以真好理解。但是有寡观念，因为现代人智慧的限制，反变成是障碍。安怎讲，因就是听毋捌啦。譬如讲，现代人可能就真歹理解陶对古早人的重要性。用台语学汉字第37集有介绍过尧帝，又号放昏，国号名陶唐，记载人类陶器文明的开始。有安尼基本的认捌，制陶的时，陶超乎招运的重要性。青陶爱经过风干的陶冶，水分伤济爱经过套汰，汰除制种，才有法度接受字形本身的意思，是吧？有文化的用字，你要知无？无爱汰，就是这字汰。汰除多余的水分的这字汰。现代人的生活会使有无卫生纸的存在无？重要是要讲一个观念啦。麻伫古早人的生活当中，也是非常不可忽略的存在，比卫生纸搁较重要的存在哦。现代人是毋是真歹理解？虽然麻的处理有寡麻烦，但古早人的生活当中，在在处处拢爱用到麻。这字麻，世界各地有无共款的写法。正确的字评应该是树木、废木的这字麻，中声麻。另外，这字麻是中古造字的片假字，是感叹词。教育部正字借用做也，意思不对，声调嘛不对，迄是认损做工，并无适当啦，嘛是乱写的字啦。也，咱用树木、废木的这字麻。总是时代无共啊，生活免遐麻烦啊。但是有寡文化遗产，咱台湾人要时常得讲，咱嘛爱甲学起来。这个字评本意是手艺法器，读音噗，手艺一字麻织做的花堆仔，算是半失传的用字。台湾人还伫讲的字，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有麻字评的这字。但是现代电脑写做临字评，所以讲是半失传的字。说文解字讲是分离呀。什么是分离？用一支火堆仔，甲要火去的火堆拉一下，互这堆火搁重新倒起来，拉互开就是分离呀。拉互开，搁有另一个读音让。意思是用言语煽动双方，使因相拼。例句：人狗相加，草蜢人加工，切切着。这字让算是离间的手段，有无？让的本意虽然是正向的，爽约啊嘛，但是中文的故人嫌虚，把人弄死，戏人，老板门前人虎。嘛真歹讲是正向还是负向的，所以这两字人相通，勉强也可。和麻有关系这字卖，咱讲是否定词，也就是拟仔讲的无。无国语词典的解说是没有，没有闽南语安怎读袂出来，因为这字没是北方读音的片假字。对汉语本身来讲是无道理的读音哦，学中文的人却完全无理由着全部接受啊。另外有一个古董师在讲吼，
有不无共意思，有需要解说吗？咱就解说互古董师了解一下，来看国语词典无的解说，不没国语词典安尼解说，会了吗？需要解说无？闽南语的解说呢？听不清楚，听无清楚，不一定，无一定，不漂亮，无水，这真简单的用语。但是迄个古董师无才调认捌的字，搁在乱教是什么鬼的科学方法啦？希望你有清醒的头脑，无互迄种白痴讲法骗去啊！换来讲，即字正字讲是转过去，咱有讲过，软桥骹应该是即字软，汉字无应该有无意义的字评。教育部的软有一个镂空的镂，镂说文解字讲就是空，母中女佫是啥物意思？以后讲，手软裤骹是毋是空的？弄入去手软。弄入去裤骹，弄互满，就是即字弄。弄的意思就是套入去。此贯穿非彼贯穿，有无？长尖引线，卷一竿珍珠破链，软桥骹，弄手软，无共款的四种贯穿。即字的读音一声弄，阁有另一个读音假声弄。例句：无敲门就弄入去房间，闯空门嘛。弄的意思等于即字撞，正字的撞用的是无意义的片假字，袂晓台语发音的人看无的用字。换来讲即字撞，啥物意思？说文解字讲是大言也，张口惊声，哪会自古到今无人才有安尼读呢？动的意思若是大言，动突意思如何是触犯抵触呢？如何是失礼的举动呢？为何也写作动突呢？祠堂就是碑堂，古语就是即字碑，即字堂。碑堂乌笔，笔是下，碑堂是在下的，才会使滴水嘛，所以写即字碑。爱有布画才是碑嘛。现代人写即字碑，有人写即字碑。桃园观音就有一个地名新碑，伫草腊庙的边仔。原来唐会甲古文安尼写，用一个工具当伫乌涂，下面就形成一个亲像笔的大口。莫怪笔的计数单位是口。阮拢讲一口笔仔，一口大笔。唐的意思就是扩大、虚空、突然、爆发。古语的唐安尼写是形声字，是曝汤的大笔，汤是制盐的卤水。原来这号做动动乐，乐伫咧擦破的动作。这个擦破是用手指头仔动互破。动或者读动，动的意思挖空，动破以后就一个像口的空嘛。例句：用指头仔动互破。令即字拄甲动的意思差不多，算是无乌空的动，或者读吐，意思抵触动吐。例句：突破家规。突破家规，教育部用的突。教育部刚好遇见的当，乱写即字当啦。当着则是碰巧遇到。即字当一声当，等于即字当。人听字，而且目睭金金看，当着是伫守候中等着。用虾人当鳝鱼嘛，即字当。来整理一下，这集是为着要弄清楚，弄球就是动球，动的本意是抓边状的动机，教是北方片假字，金文的人是酸玉仔，人狗相加，甲满地的火堆仔有关系，离间字。
智慧有时会变成障碍，无法度接受新观念。浪和空有关系，乌白浪就是乌白床，桃园是悲动之乡。日本时代有1万口悲，洞破纸粿仔的洞，拄破鸡龟的拄，断鳝鱼的断，无意中断着的断，形音义减一项就毋是汉字哦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